我想，丁水友一定正准在跟老爸计较，伊绝对袂答应马家这件婚事。想袂到丁水友竟然会甲马天罗遐尼正好，与我所想的完全拢相反。但过马天罗会当属荣华富贵，要我咧？小良。咱自细汉斗阵到大汉，咱这10多年的感情，就是讲恁师傅的落雁刀斩交颈，嘛无法度通我斩断咱的感情，你相信吗？江良，丁家那是本地望族，你迄3位师傅，那是传雅之辈，只有武林的世家马天罗，才配得上我的你。你这个高丽啊，你是高攀不上。小龙，你3位师傅家里都是绝世武功，以后你就爱自我节制，家事若唔免出手，就唔通来出手，以免日后来惹了新的杀业。朋友，你的出手未免伤过凶。这2个山贼虽然势有异高，但是我看你的刀法迅速无比，若是无小心，有一天会去伤到无辜的人，你就后悔莫及。若无，会亲像我。你过去敢捌杀过人是？我看会出来，你拄则伫咧背刀的时阵，是因为你要找机会发泄着你内心的积愤。这是学武的人最大的禁忌。我看你年轻气盛。血气方刚，以后不管拄到什么事，千万爱会记得忍耐2字哦。朋友，你叫做什么名？爱如挂心，痛也忍，何事不能忍在心？
军阵中小将你，瞧我江河斗酒饮。我下坑，永远就会记你一句话，对我的无。小梁，小梁，小梁，人我有去恁兜找你呢，啊，不过你无伫，我就知影讲你若要转来吼，一定爱对遮，所以我踮咧遮等你呢。你等我要创？当然是关系到阮小姐的代志讲。哼，我甲恁小姐根本就拢无代志啊！啊，小梁啊，若阮小姐要嫁予迄个马天罗，安怎你也袂生气，也袂着急无？着急要做啥？我若急死哦，嘛袂当讲恁小姐讲若急倒转来，伊无要嫁伊，搁来嫁我啊！啊无你是拍算安怎？无，我即摆根本就拢无拍无算啊！小梁，敢讲你无啥物话，通互我转达互阮小姐知影哦？恁小姐即摆甲我完全无话讲。小梁，阮小姐对你。害人的，虽有虽然我比两金，上半自由，迄个多情人。你咧后白讲，谁是多情人啊？当然是马天罗啊！慢请，下江龙也分明报喜啊！对，因正是天生一对，人才女貌，门风相对。那你替我来讲一声恭喜就是。小龙。我甲下山的物件拢款好啊，都离就此就拜拜3位师傅咯。歹车，小梁，师傅有话爱特别甲你讲，你会当放弃儿女私情，决心要去走江湖，磨练着你家己哦。这师傅绝对赞成的啦。也毋过，小梁，阮三个啊，是干那收你这个徒弟尔。当年我两个是廉政江湖的大人物，你的功夫若是讲去输别人，伫外口去食亏啊！那安尼阮做师傅就无面子咯。哦，师傅啊，听你安尼讲，恁较早毋足出名的呢。啊是为安怎样？哪会要替阮江湖踮咧伫咧遮做做穿搭人呢？好，这个
阮这完全就是要请用你中大成人，他就来带这个做庄稼人的啦。对。20年前事就是江湖中的神偷下明呢。哈，你是查人？是啊，就是恁二叔，伊是海产呢，人拢称我是镇海高张大勇。啊，恁第三叔吼，伊是山产呢，啊，人拢是称我伊镇山吼梁超元。哎呀！啊，咱这家伙也就插骨啦。嘿，你别我别讲，哈！哎，二弟啊，但小良讲的话，安尼嘛无唔对啊。啊，咱早就弃城归正啊，即马伫咧做田掠鱼生活，你惊人讲啥物啊？就是当时阮收留你起来请用，也磨练你的武功，就是准备讲等候你大汉的时阵啦，也才要互你去少年时，惊甲人参加比武。也迄当阵哦，你我用对一个师傅的即个教你的武功，去夺取到辟玉令，会当做入武林的明主。那安尼哦，迄个师就会当做武林第一高手，对。也毋过吼，这20年来吼，阮为着要请用你，阮也全咧放弃讲去做茶啦，也安尼坚心直直甲你请用。对。啊，阮即摆愿望就是讲，希望你踏入江湖的时阵，会当得到这个革技之名，会当出头天啦。我讲者，小梁啊，哈，你不但是讲阮三个是你的师傅来讲哦，哈，而且会晓讲是阮三个人的囝咯，知无？多谢三位师傅。大师傅咧，伊个太冲神拳，小亮已经也学起来。第二师傅，你个斩高脚，甲第三师傅，迄个落雁刀，我全部拢去学起来咯。我即下若是要倒入江湖啊，我一定要三位师傅恁伫无面子。真好，安尼真好。话虽是安尼先讲啊，也毋过吼，我袂放心，我也搁要试探你的功夫，也试验你的头脑。这个包袱内面的物件，我就是伫要互你。我即马要摕来去水仙庙内藏在遐，也你看有心肝把客入去内面摕这个包袱出来，那安尼事就放心，互你去独传江湖。两位师傅，小梁啊，这江湖中到处拢是高手啦，所以你今仔就是爱胜过师傅这支刀。师傅若要引准你入庙去摕包袱啊！二师傅啊，你讲话拢无算话。我是安怎样讲话无算话啊？二师傅啊，你拄则毋是伫答应讲，把第三师傅来伫咧遮，啊，你要想办法，结果你也是带三师傅来。我，这个你听成小梁，嘛唔听成怪嘞。我就是你这话嘞，对了，讲这个三师傅啊，对不起，我毋是挑过伊的，但是二师傅根本就无答应我声下啊。你袂当互我入啊？所以咧，我就伫咧想讲，刀剑是真无良情的，是无目睭哦。毋对，你若是伤着我，恁心肝敢袂疼？啊，我若是去伤着事啊，岂不是不好之罪？所以我才用这种挑拨离间计。小梁，你啥物啊？好啦，我了，好啦，去退啦。多谢二位师傅。嘿。
无爱摕桌顶迄个包袱啊？三位师傅，你只谈道理呀，会记得其中必然是有嫌疑，短前之物定是假啊！我故意声动啊，免叫声。啊？小亮，你是聪明反被聪明无？桌顶迄个包袱才是真正，就是安尼啦。这伤过巧气，搭去有种的错误啦。哈哈哈哈哈！小亮啊，凭你安尼就想要去篡江湖啊？还有差这个差这个咯。就是啊，人小我甲你骗一个年啊，啊你当向骗袂去啊？啊你是要创啥好？哼哼，大师傅啊，我请问你，啊若包裹正的是内底包什么？黄明片，啊若假的？一领破衫。这条是什么？安怎？是真的黄亮皮？快嘛！哎呀！师傅啊，迄个苗家去谈，随酒转玻璃眼，就看穿了。真假调换，不破绽，手外快速。哎呀，大哥三弟啊，小龙实在是太聪明了。若是讲要论赌，哼，咱三个人拢毋是伊的对手，咱拢老波咯，老波咯。小龙，哈，那安尼师傅就放心，互你去独传江湖。多谢三位师傅。小龙，伫咧去走江湖的进前。师有话要来甲你交代。当初阮伫西江边当看到你的时阵啊，你的身躯就是有包这领黄粱被。小了，啊，即摆这领黄粱被吼，你着放到身躯边哩，吼。啊，无听着有一日会去撞着你亲生的爸母啦，吼。小了，啊，若是你的名，就是用阮三个人的姓甲你号的。夏明、江大阳、梁超元，所以你的名才叫做夏江了，也是阮三个人的结果。是